大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读做害好爱害第7条。挑工要互别人遭受不幸，咱讲害，像讲陷害；物件歹去，咱嘛讲害去。另外，这日害嘛当讲是无好的代志，像讲搭这些害啊，嘛当讲一个人真害，代志真害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害了了，会当讲是去了了，代表规个失败。火烧高粱全无望。第二个词读做厉害，代表讲真强真猛，像讲药啊真厉害，功夫真厉害。另外嘛有严重意思，像讲这台车已经害甲真厉害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有一句俗谚语讲：心歹无人知，嘴歹上厉害。你无迄个意，就唔通讲这款话。若无，翁仔仔的感情就会规个害了了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害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